上床啦，仲經。歡迎大家嚟到李老師的中文課。今集咧，我哋會講解下咧寫作裏邊嘅基本行為句。咁我哋咧有6種嘅基本行為句咧，分別係人看句、人聽句、人說句、人動句、人想句同埋人感句。我哋要學識咧點樣寫呢啲句子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要學識運用一啲字眼。咁例如人看句裏邊同看有關嘅字詞會有啲咩啊？咁我相信大家都會即刻諗到看見啦、望呢一啲字眼啦。咁當然我哋要提高下自己咧用字嘅水平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用一啲高階少少嘅字詞咯，包括咗張望啦、觀察、環顧、俯視等等。咁我哋可以做到呢一個句子：我看見一隻小貓在樹上。咁你就會出現咗人看句裏邊嘅看啦。好啦，咁到人聽句咧，咁啊詞語方面就相對地少啲嘅。咁有聽到啦、聆聽、聽見。咁例句有我認真地聆聽老師的講解。咁裏邊嘅聆聽咧就表示咗人聽句。咁下一個咧就會係人說句。除咗你哋知道所有嘅冒號、開引號、閂引號之外，仲有啲乜嘢係同人說句嘅說有關嘅字詞呢？冇錯啦，就係說啦、告訴、回答、問、道或者說道。咁例句咧就有媽媽問小明冒號開引號誰吃了桌上的草莓蛋糕問號閂引號。當然你見到冒號開閂引號咧，就知道呢個係一個人說句啦。咁當然如果冇嘅話咧，咁你見到個問字都係一個人說句嚟嘅。跟住咧人動句咧，只要你分得到動詞，即係動作嘅詞語，都會係噶啦。除咗剛才講嘅看、說、聽，雖然佢哋都係動作，但係佢哋已經獨立成為咗一個分類咧。咁所以我哋咧就唔包括咗喺人動句裏邊嘅。咁人動句咧我就唔多講咯，自己睇下個例句。好啦，到最後2種啦，人想句同埋人感句。想咧即係同思想方面有關嘅字詞，包括咗想啦、希望、打算、期待、考慮呢一啲啦。例句就係哥哥打算明年到日本旅行。咁呢個打算咧即係去想啦，去諗住啦。好，而人感句咧，字詞有覺得、感到、認為、欣賞、喜愛等等。咁呢啲都係嘅。咁啊，例句係我覺得這部電影很精彩，個人感受嚟覺得呢樣嘢係點樣呢？好啦，咁最後呢一頁咧就俾大家去記得翻6種嘅基本行為句。咁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咯，下集再見，拜拜。